比操作团日日潭大操作国际观光胜地，南投县议会6月15日商讨通过的南投县5法3版管理自治条例，也就做得讲系为操作管理日日潭5名嘅船务所定嘅自治条例，看起来嗰種解決的所謂嘅違法船務亂象。不過政府官嘅也先出門，才有可以難以閂門，睇評估船務休閒觀光應用嘅發展。按呢個矛盾，唔面路改少，大家如睇發展觀光，搶存到5業強愛無路好行嘅。睇觀光同5業之間，日日潭應用嘅開發呢，值得好好思考。一頭日日潭日牙灣公園出日日，他現調查調定一撮對日日潭釣上岸嘅違法船務，再個拆體分類。不過有啲船務太太重，執法嘅通知上推進嘅速度動慢，南投體檢署檢察官指揮嘅聯合稽查小組。安順本唔集團一步一步的拆拆日日潭違法的船務。经济部水利署还有南投县政府他们又组织了一个联合的取缔小组，在南投县政府的主导之下呢，就开始展开最后5个阶段的拆除。我们倒希望整个的拆除工作能够圆满落幕，还给民众一个清净美丽的日月潭。让我们的国际观光景点呢，更能够吸引国内外的旅客。其实这个所谓的船屋本来是没有船屋了，它是4角渔网在捕鱼，让这个日月潭住在日月潭边的渔民呢能够来捕鱼为生。后来就有几十年来，就有人把它变成一个船屋，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游者越做越多，甚至于到100多个。我们当初几十年前所花的这个4角吊网才93張。南投縣議會同6月中三讀通過南投縣5法3版管理自治條例，也就做得講係為咗管理船務天嘅自治條例，總共有20項條文，其中有第6條明確提出，他講係船務嘅4角吊命5法，重要是每做務嘅總唔得超過5法面積嘅設規股，高度總唔得超過3公尺。深度1層樓，簡單來講，就係愛恢復到5業使用。日日潭嘅船務同5面做出香港政府嚴格立法，咪組成嘅協會，佢也拜同南投縣政府一個單位打合，立法嘅結果覺得一失望。王天開喺日日潭4角吊命船務發展協會嘅總幹事，因而帶一看製作浮水位嘅船務，叫合格嘅5法證，係93隻合法船務5面之一，數項還有目標時間2度嘅5法證。日月潭水域一共有827公頃那其實在早期，在這個4角吊網這個作業要點成立的當時，政府也核定有6個區域，6個區域要讓這些4手吊網放置，因為這樣才不會跟我們的這個遊艇的航道有所衝突，或者是說可能會考慮到壩體的安全等等製作浮水位係有實操船務，一條船務雖然合法，我都本應天嘅違建，因為有2層樓，高度未超過3公尺。不過一條唔係所有船務做來做民宿，有條船務5面根本拿來專做度假用嘅。看到佢對面就講合格嘅印章，我就講安尼冇問題，我開來買。我做來買了以後，我也冇來改變，就本原來安尼用嘅吼，我也冇做生意，我就自家用天天，我就像人哋平常不用加大夫看人來別釣魚啊，來別項像一些事情啊，不用送一下天，所以很簡單天。對政府角度來看，日日潭嘅管理單位當多，水面還有管水壩嘅台天，用水水利署係日日潭經費。觀光方面，日日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還有南投縣政府3排以上係林務局管區。南投檢方當唔簡單整合嘅公務部門，開營500費，親密確定應該要請槍理來。日月潭是一個國家級的風景區，那麼漂亮的地方你旁邊把它
那么大的船坞，所以有碍观瞻。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大家要有一个共识，为了我们的国家资源。应该把它清理干净。那早期呢，我想船坞呢，在日月潭来讲呢，也是一种特色啊。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这个整个景观面，包括游客面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蓬勃发展呢，对于一些船坞的部分呢，有一些过头的一个建设哈。那我想整体的景观呢，在一个观光地区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想我们也结合相关单位大家共同努力。希望把这个船坞的一个部分呢，能够有一个合理的一个管理。日月潭是属于我们台湾2300万的国民所有。那么，经过媒体在去年的12月份大幅的报道了之后呢，我们才发现了日月潭上有船坞的问题。那么，日月潭的湖面呢，是属于国有土地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查了过去的判决发现台湾高等法院在78年的时候呢，就有相类的判决，窃占罪确定了。面冇办法加速窃占罪，篇幅历史认为，就法律来看，船坞请喺漂头水面上，因为有固定的需求，将下毛，然后地面上拿国土窃占起来，希望嘅也种出来，完全冇空用。南投地方法院检察署要主动侦办说。我们这些渔华的屋主说，用这些渔法或是船坞是窃占国土这一部分哈，那我觉得这是匪夷所思哈，因为确实他们都领有那个合法的那个渔法证照在那边，一个检察长来处理这样的一个罪，那有没有大炮在打下？这之间内部有没有其他的隐情？其实很值得探究。船坞两段五法证虽然係有關聯5面的日月潭起誤非法咧，主管機關其實係南投縣政府，檢方面講完全係照法律來審判。这个部分都是他们渔法管理办法里面所规定的。那你超出了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检察官绝对没有当任何机关的打手，检察官只有依法侦办，所以绝对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干扰因素在内。除咗少數船坞5面堅持理念唔很差，有等5面幾件自家也強人來查嘅，加檢測見討攤，國外當土發展水面離岸嘅世界，政府用點到頭做呢？政府本來應該調卡，好輕輕鬆鬆地走，好無為，好，然後人家都幫你把路鋪好了，你就順的，怎麼樣輔導，好哪些不夠。那税收怎么样子想办法能够收好，能够管理办法弄得很健全，应该是这样就好了。为什么搞不懂？欧洲瑞典从不做发展水上的休闲呀，水上的住宅跟拢个同好一只想法，因为其实人老水是一只懂和谐的东西，你都水颠荡要懂舒服啊，从小都待了拢懂舒服，因为给水汽啊，让你的整个身体会很舒服这样啊。但是做嘛很政府呢，哪有人都绑太用啊，这想唔出啦。喺日月潭咧講漁法都講比較境外裡面係算國際觀光一個風景區，日月潭因為都比較嚟講一個做嘅水面上嘅該發該太嘅都係湖嘅重用。一个水上餐厅，一个水上旅馆，也可以跟国际来接轨啊，要上面等人啊。这边水面上的房子这个我们称为水上船坞就是当地的渔民为了要抓鱼、捕鱼、钓鱼给我们日月潭区域未来以及政府单位来申请来设立这个水上船坞游天的河船長同遊客詳細紹介日月潭的人文景觀，一台台遊覽車引來，幾天比嘅日月潭流浪。對6月底開放大陸客自由行過後，日月潭行較加劇嘅觀光發展的大方向。就是以日月潭为核心，那往外发展包括未来呢会拉到集集会拉到这个信义乡，会拉到这个埔里那我想这些设施面的健全呢，我们就可以容纳
更多的这个游客莅临啊。虽然我们目前来讲已经有700多万、730万左右的一年度的一个游客，那我们在这边也有这个企图心跟这个心想着游客数能够再多一点。观光太方向无办法当，政府想拆拆5发船务嘅时节，5年发现，原来南投县政府早从民国98年就委托顾问公司评估船务发展的可能性，因为有100年历史人文的驾车，没有观光潜力，建议头潭头水湾用100条船嚟做早期开放的重量，不过名嘅无限做船务嘅，改名做水航平台。一开始我们讲，你真正讲，人就擦擦的关照，确实唔样啊，就我们说唔样啊，就办照啊，本了那个环境恢复到原来最原始的方式，也蛮唔好啊。但是我就知道讲，叫我本嘅其他财团的作用啊，做安尼也无办法接受。抢人民的财产了啊，哪一本给的？安尼来对。我们希望这个水域来讲呢，是一个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一个游憩的一个体验。所以之前在行政院的政务员那边呢，也有指示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外国，可以在水域上呢，搭船，用餐。在县府这边呢，他们也有提出这个水上皮毯这个构想，那我想由公务部门呢，他们率先的提出，我想这个部分应该对游客来讲是会比较有保障性。我们希望说未来他们有意来的话，我们会做一个管理，还有一个水域的这个安全环保，去注意这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构想，那我们也在积极进行推动当中。其實唔單止水面上日日談思維，做得氣氛點嘅平體也平台，包含空竹園、香山一帶、大體就像 BOT， 南投縣政府很多評估，按要充分利用土地，本日日談嘅發展也啱一講。除了商店、人民的商店啊、饭店啊、餐厅啊，这个清洁、安全、卫生服务要好以外啊，这个我们也希望说有大型的表演，因为晚上住在这里，也希望说有大型的这个表演团，或者是有一个表演团来。所以现在目前呢，来看过的当然是像张艺谋的《印象日月潭》啊，或是悠人神谷啊。他们都有意来申请。今天日月潭已经是一个以观光为导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区块了哈。那我们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政府在容许，无论甚至要把孔雀园、把香山 BOT 调给财团去新建旅馆的这个过程中，唯独对渔民早就存在这里的人的生计或者是未来的出路完全不考虑捕鱼。我想很多人都已经了解日月潭捕不到鱼了。当然未来安尼是讲，依照政府的部分是依照俩法令来判理。但是我们希望讲吼，政府相关单位来规划讲，抓到船务商办用来发展，然后野潭观光，向结合向慢还要本了游客，连安尼还有推咨询，第一讲，调工人做很用来做的，这种文化安尼唔好俾一下都冇提议。各級政府就像变观光上来太流行，做成众多5年5米转行动困难。日月潭经费希望政府留本5米一条路，发展日月潭观光，冇应该做切停5年。日月潭是你风管处以来，本5米的感觉就会讲，你今天你经济发展观光的同时，那经济上面安尼5年的部分啦，冇从事到5年的部分，你后来讲呢？他不可能，你一谈看到当算来迄事呢，但是安尼个掠到排掠到迄球个，其实到国际级的观光有冲突的所在啦。后面确实，南投县政府跟地方的一些财团大概摩拳擦掌，已经相中了很多的地方要继续的大兴土木。那我们呼吁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让日月潭还有商机可以吸引客人，而且那客人应该是让他流连忘返或者一流再来，好，那不应该是倒行逆施的，是破坏它的风景。破坏了风景之后，除了冰冷的水泥建筑，那是不会有人家要来的，包含陆客。
诸位案将游客唔想离开，政府想打造日月潭变作台湾2300万人的国际旅游所在。我度创造观光散策的世界，偏没有想象啊，和好山好水同风毛乃物的之间，安样线哦。尤其见读到居民的生存权，和做得和较均衡的位。也如係一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下個禮拜模擬教育嘅點線面，我帶大家去看呢係模擬人用嚟想辦法，透過家庭社區嘅連結，來盡量確保上述模擬有讀到用嚟嘅困難。感謝大家嘅收看，我哋再會。